呢兩張被 PSA 鑑定10分滿分嘅裂空座變裝比卡超，2016年7月6號喺日本推出，屬於限時發售嘅特別版。兩張卡牌市值總約25萬港元，佢嘅高價值同稀有度就成為咗賊人嘅目標。事發喺星期四下晝3點幾，一名着黑衫黑褲嘅男子走入尖沙咀一間 Pokemon 卡牌專門店，乘機偷走嗰兩張 Pokemon 卡，之後往漆咸道方向逃去。警方接報到場調查，並且翻查店內嘅閉路電視片段。據了解，賊人當時戴上口罩假扮顧客，向店員聲稱有意買兩張稀有嘅 Pokemon 卡。佢仲要求店員將兩張卡放喺台面，等佢影相鑑定，之後就乘機立走逃去無蹤。隨住收藏市場嘅發展， Pokemon 卡牌亦都有價有市，一啲稀有卡嘅價格喺市場上更加係屢創新高。早前獲 PSA 評為滿分，比卡超插畫師藏卡錄得超過1億2千萬港元嘅天價成交。至於點樣評定一張卡牌嘅價值，除咗取決於稀有度，評定機構亦都會就卡牌嘅完好度評分，評分越高，市場價值通常越高。